今日咱看到圣经马太福音的第13章，我的讲道拢是用经课表来成做我选经文的根据。今日的经课表是从第13章头前第1节到第23节的故事掠头捞尾，从中间的话甲拄掉，留这亚正的比喻的前后的两个段落。咱头一个拄到一个问题，遮在讲的比喻是啥物物件？比喻，咱若读过小学就知，老师会教作文会讲比喻，就是用生活当中咱看会到的，还是会当看见的物件来解说较奥妙、较困难的代志。所以伫遮比喻，耶稣用的比喻，就是用伫生活中，还是平常来讲看见物件来解说天顶，还是属灵的，还是较好理解的代志。所以耶稣的比喻常常会讲天国还是上帝国，好亲像对。这嘛是咱若是在座有咧做老师，还是做主要的教员的，咱嘛常常会用比喻来教学生。所以耶稣伊真正是一个袂歹的老师，到即马咱做老师的嘛在学伊的教学方法。过去真侪学者就会讲，这个比喻到底是要创啥？有啥物意义？有的学者就讲，耶稣这个比喻就是一寡道德的教训、道德的教训。有人认为讲，耶稣所谓比喻是和上帝国有关系。无敢若是道德的教训尔尔。阁有一寡人会讲，耶稣的比喻是要对社会，还是对人的心来做一个改变，将个人会永远我的性命会当带出来，会当对中啊布衣。即派学者就会问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若是讲耶稣敢若讲一寡道德的教训。安尼为虾米犹太人爱将伊定一个十字架？当咱爸爸妈妈向咱讲，你爱守时，你爱斗做厝内底的工课，你袂当讲白贼。咱敢会骂爸爸妈妈讲你咧讲啥吗？袂吧。但是若是咱交着歹朋友，带咱去食酒跋筊，大家都会甲伊骂，因为要迄会改变咱人的心。所以耶稣的教训。应该毋是干那是道德教训尔尔，无犹太人袂挡袂牢，将伊钉伫咧十字架顶面。所以耶稣伊的比喻的力量是会当直接来挑战和改变人的心的。今日的经文就是耶稣伫马太福音中间讲到真侪有关于上帝国的宣讲的开始。咱看到耶稣基督伫厝外。对众人开始讲上帝国，伊用侪项说比喻甲讲，亚正的比喻就正做这一寡比喻的头一个。今日的经文，咱会当从两段做伙来看。这是一个比喻和耶稣对比喻的解说。对伫真侪耶稣的比喻，耶稣伊家己拢无解说。今仔日这段经文。对讲道者来讲，较好淡薄啊，咱免遐麻烦去解说。耶稣即时伊选用了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遐的人，用伫种田的方式来做比喻。伫巴勒斯坦迄个所在，因的田毋是像台湾是水田嘛，拢有水，因的是大田。水田需要有一个。迄咩田埂的台语我毋知要安怎讲，田花吗？对，台湾的水田爱有田花，迄水才袂流去。但是伫大田就毋免田花，伊就边仔有路，甲箍起来就好。伫巴勒斯坦的所在，因咧野经济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一个人摕一个袋仔内底装经济，就伫压。即时若风一吹，压出来经济就会。吹到路边。另外一种方法是摊一只驴仔，把摕两个大
大卡的迄麻布袋，着内底装种子，挂伫迄炉仔的尻川两边。到伫田中的时阵，迄做田的人就会将两个布袋仔的角开，即时种子就会落出来。即时种田的人就爱赶迄只炉仔，豆豆仔行，就会当豆豆仔野种子。即时，迄个炉仔就会将种子拢野伫个土里。问题是，当炉仔伫细挖角的时阵，像种田毋是安尼种过去、种过来，伫个转弯的时阵，因为炉仔伫行，伊会陷着无？迄后壁布袋会陷，即时就有一寡种子野伫个路边。即条路是做田的人常常伫行的路。就算讲种子伫路边生根不易，也因为做田的人也是精生伫遐行来行去，就互打死。甚至鸟仔嘛会飞去遐，将这种子食掉，当做食物。刷落来，因为巴勒斯坦迄个所在的大田石头啊真济，所以有的人就会将遐个石头啊捡起来，来整做田的范围做标记。所以，就算讲野伫遮石头顶的种子不易，也因为无土，还是土伤浅，无法度定根伫土里，对伫日头一晒就打去。第三种是野伫个草仔内底的种子。遮讲的草仔，毋是咱想象迄种荆棘，因为华语的日本会甲伊翻做荆棘，荆棘就会咱感觉讲要擦擦对无？遮讲的草仔，可能毋是咱想象的迄种，是打草，像即种花有无？打去，毋是会擦擦吗？伫巴勒斯坦遐的种田方式无像台湾种田方式，台湾种田方式你插秧了，你就会去烧田嘛，将迄个杂草挽掉。伫巴勒斯坦因种田平常时较无伫整理遐个田地，因拢是差不多几若冬了后，做一窟来大整理。所以田内底发出草仔是真正常的代志。若是种子落伫个草仔内底，就算讲发出，就算讲伊不硬，会嘛会受到草仔影响，发袂大丛。即时，咱来看第18节开始，耶稣伊本人就来解说伊这譬喻的意义。咱看到野出去的种子若不行，就是即三种的结果，也表示三种无共款的人接受福音的程度无共。第19节讲，既若听天国的道理，也无晓悟的，迄个歹的就到，将所野伫伊心一切，将所野伫伊的心会抢去。这就是野伫路边的。遐亲像野伫路边的人，听到信息随着袂记哩，无法度对着神来得到救。福音的快力，伫即种人的心上，会当讲出师未捷身先死。伊周围的人，无人替伊好好栽种。也伫石头边呢，第20节、第21节，遐伫石头顶悬呢，会当讲是遐欢喜接受上帝话的人，却因为无根。只是暂时相信，拄着试探就忍心倒退，两边就踏。这种人虽然有一寡寡小可可的感动，不过也佫因为真济的外物，互遐个不义的感动拍无去。伊周围的人无好好为伊重新栽种。也伫草仔内底的呢，是讲遐听的人。去互世俗的挂虑、钱财甲生活的快乐所牵调的，因嘛无法度结出成熟的果子。即种人，或者伫咱身边嘛常常会看到，甚至咱大家嘛是即种人。
常常和上帝咒詛讲，我要好好读经，我要好好读经，却逐摆拢为创世纪开始，差不多到，大概是到倒位？出埃及，你有较紧哦。一般人拢到利未记开始停落，因为头前两个拢是故事，利未记开始夭寿的咧讲啥？伊周围的人，无有人会替伊坚固在正。讲到这，这个世代基督徒其实是真幸福的，咱有真侪机会听到信仰的信息。大家厝内底拢有好消息频道，开个收音机会当听佳音电台。咱手机仔内底，大家会当装一个 APP 叫做新眼光读经，大家只是手机仔会当摕出来啊。去 App Store 还是 Google Play 去装新眼光读经，逐工会提醒你读圣经，安尼就袂停伫利未记。不过虽然有遐济的信仰的资源，咱常常也是伫大海中迷路，也因为资讯愈来愈侪，有真济奇怪教导嘛来到咱中间。不过，咱却无迄种分辨的能力。常时，咱因为读经拢读到利未记尔，咱对圣经上帝话语的认捌无够全面，就真做别人讲，咱就对咧话的人。有的人讲幸福，咱就话幸福；讲成功，咱就去成功；咱爽意，咱就去爽意。有足侪物件，世界在话，咱就地来地去。只是咱的信仰，就对咱的福音的认捌愈来愈变，咱对信仰的认捌愈来愈浅。好亲像幸福就是福音的全面，好亲像成功就是福音的全部。咱想讲，咱世界去听，就知影上帝国是啥物情景，咱就知影上帝国的样相是啥物。咱无好好思考，亲像青梅带青梅。既然听到上帝国的道理，也无晓悟的，迄个歹的就到，将压伫心，将压伫伊的心的抢去。咱伫听到有关信仰的消息的时阵，咱也当发现到，这个时代真侪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阵，有一群人讲的有小可怪怪，因拢讲家己是真属灵的人，有较好的杂物，有较好的属灵的文书。因的话，介亲像变做上帝的话，福音变做军队因就好的状况。搁较过分呢，因会像金钱、杂物、权利，还是名誉，才会咱应该好好利用的萝卜，正做歹的主人。本地人来到教会，是希望得到伫世界找袂到的真理甲听因所传讲的，咱对管家变成做互世界看会得行的路例。就是这个世界流行啥物，看重啥物，就该合适效法。我拄则提到的成功神学，就是真有名的代表。500年前，改革中还是500年前的新教开始的马丁路德因的理论真好，因真符合圣经。不过真侪人就甲伊误用，成做今日咱看到的成功神学。咱军队这种信仰，伫成功发达的时阵，咱会讲啊，我的上帝是我的上帝，伊甲我保庇。伫失败的时阵，伫得到癌症的时阵，伫厝内底有人过身的时阵，这个人敢会讲上帝甲我放杀吗？我无成功，是毋是上帝无疼我？我无趁到大钱，我失业，是毋是上帝就甲我放杀？这种的信仰，敢真正有根有基吗？也世间的挂如钱财的迷惑，甲咱的心甲暗起来，这种道理无法度解释的。伫
伫世代变化中间，本地应该真活泼的教会，即马嘛变做失丧无神。为虾米？因为福音诚做一个 sales 因伫卖的商品，反倒爱所有的人追求成功。教会开始看虾米物件？看 KPI。你有听过教会有 KPI 无？即马有的教会内底有 KPI， 就是业绩，来决定一切。人数有增长无？奉献有搁较济无？所以才会教会内底开始有一寡课程来吸引人来聚会。遐个课程毋是鸟瞰式读经哦，鸟瞰式读经真好。遐个教会是讲节税课程，基督徒理财致富。我听过上含的是有股票投资的。咱真活泼的信仰，却真做死的教师，含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无相共，已经完全相共的教会，无法度回应世界的议题。只有领袖讲才有准算。当咱追求含这个世间相款的时，上帝的话，若亲像经济热闹的时阵，咱无人会当听见。即种看起来若像福音得救的经济，若不远，内底敢有可能结子吗？内面无菌，毋过是暂时尔定。世间犹如钱财未晓，犹久若无神仔伫教会中间。咱想讲，咱来教会听牧师讲道，学到上帝，咱就去互栽种伫好土内底吗？兄弟姊妹，咱只不过是伫个残花的路，遐个草仔内底，遐个石头顶悬的。咱回想咱信仰的性命，回想咱的信仰的生活，你敢讲我是第四种的人吗？咱常常会将信仰当作家己的代志。不过教会对基督教一开始就是群体的宗教。咱是坐伫礼拜堂内底，和咱的兄弟姊妹做伙礼拜，毋是一个人摕着香去庙寺内底拜拜，敢毋是吗？咱是和身边的兄弟姊妹做伙来礼拜，咱是一个群体，咱有教会的生活，咱有团契的生活。所以，即时咱嘛爱将即段经文放伫基督徒是一个群体的中间来甲看卖咧。真见笑的是，咱基督教教会的本身，却定定真做无法度见证上帝国福音的人的一个群体。咱的信仰性命，真正会互咱的亲情、朋友、同学、同事，会当看到咱和一般人无共吗？天国的好消息本来就要带来性命的改变，要真做一个人性命无相款的契机。咱真正真做一款人吗？咱真正真做咱亲情朋友、同学同事，因看起来讲，哎哟，这个人哪会和别人无共款吗？咱常常无法度帮助人建立信仰的好群体。迄个歹的教，遐个心内底无菌，世间的挂虑、钱财的迷惑。今仔日，咱真正无法度看到真正福音来结死。上帝的国，敢真正会来吗？对规个马太福音来讲，今仔日讲到亚种的譬喻，只是一个开始。要含咱讲上帝国生做啥款？照主耶稣讲解这个譬喻的情况来看，伫当时的群众中间，人的心就拄啊像种三种的土地一样。这亲像在含咱讲，听过福音的人，无一定伫最后会当得到救。所以耶稣一直甲门徒讲，爱警醒，不时爱注意。
即款的讲法，有遮学者认为讲，耶稣无可能安尼讲，耶稣袂安尼放屎即三种人。遮学者讲，这故事有可能是初代教会的解说尔定。无论如何，咱爱先将咱的注意力放伫第四种人的身上。迄举伫好的土地，这是人听着道理来晓悟，伊实在结实所结的，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也是最后一种，是举伫好的土地上的。这种子因为遐土地真肥，会发了真好。马太福音的这位作者讲，种子会当生出30倍、60倍、100倍的结实。100倍的意思是讲，这主人看到哇，生遐济，安尼已经有几百倍，是真满意，是一种真惊叹的讲法。咱毋是拢会含人讲爱长命百岁，迄百岁无已经是100岁啦，可能讲伊真长寿、长岁寿。反倒来想，咱在座每一位基督徒，在座应该拢基督徒啦吼。好，咱在座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拢是这100倍的结实，敢毋是？因为咱的先祖，也是咱的家己，因为听过福音，所以咱会坐伫咧遮，继续听同款的福音，敢毋是吗？咱有人是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今日伫教会受栽种，所以今日伫遮做长老，做恁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吗？是，所以伫遮抒琴，所以伫遐唱歌啊。咱有真侪人拢是信仰的结子，敢毋是？不管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是路加福音，讲到一段故事，拢会将重点放伫咧耶稣讲煞这譬如了后所讲的一句警告的话。拄则释安即事无，释安长老无讲到，我阁讲一解。有耳孔的着听，着听。即句话讲出上帝个福音传到咱身上的重点，希望大家爱听。若准无用心听，就无法度明白上帝个的信息。这也是为虾米早期台湾的基督徒去教会礼拜会讲啥？迄是去，大家无听过吗？听道理，有啦有啦，拢讲去听道理啊，无会讲去摕面粉，迄个较早。咱会讲去教会听道理，所谓道理就是上帝国的信息。到伫教会就是爱听上帝国的信息。若讲无听，就无可能明白。若无明白，要怎样去行出来咧？就算讲行，可能嘛毋是上帝的意思。安尼是无符合上圣经的教训的。咱要听，咱爱听，咱常常地听。咱听了后咧。听了准拄煞礼拜结束，阿免就走，还是听了后爱做出回应。咱爱听，咱爱行出上帝国的款式。对这个故事开始，耶稣在讲上帝国好亲像啥物？耶稣对开始传福音，到伫逐所在拢在宣讲悔改，因为上帝国要来啊。福音书内底。耶稣关系到上帝个譬如有12个，今仔伫马太福音中间第13章就出现8个，会当看到耶稣对伫上帝国是啥物款式，伊是感觉非常重要，嘛是伊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伫大礼拜中间，牧师拢会宣讲。诗篇安尼讲，你的话是我脚前一顶路上的光。这个譬如含咱讲，上帝国一定开始，到伫末日的时阵，拢会出现。咱已经听到，咱逐礼拜听牧师在讲，咱已经知影，好的土顶悬有种子，迄种子就是咱。伫咧真肥的土地顶悬，咱渐渐布染，
咱会结出果子，甚至百倍。咱诚做好土，上帝接着咱每一个人会当得到百倍的结实。互上帝国会当伫咱的身边实现。咱敢有法度无听上帝的话？上帝国若无伫咱教会实现，也就是伫基督的群体上实现，要伫倒位来实现呢？要伫倒位得到百倍的收成呢？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是咱先做好的果子，咱才会伫遮聚会敬拜上帝。咱的心应该是上柔软的。我真望咱固定教会兄弟姊妹，咱拢是按照基督的方向去行。咱也常常人做见证，期待有人归主，来到咱的教会，来甲咱分享上帝的听。不过，什么是做见证呢？咱常常会听到的见证，大概生做安尼：我较早会跋筊，我信主了后就袂跋筊。我以前对未来感觉讲真忧闷，信主了后，我心内底拢是平安喜乐。我以前和我的厝内底的人关系真歹，信主了后，我就会当好好和因讲，会当相亲相爱。咱若较简单来讲，就即款的见证，从我有啥物改变，成做见证的中心。即种的见证，咱从内底上帝、耶稣提调，换做恩主公、父祖、妈祖，还是啥物神明，拢共款。即种用话有做的见证，敢是咱真正好的见证吗？只是咱想看卖，教会内底是一群怎样的人？教会毋是一个组织，教会是基督的身躯。伫社会中，团体会根据你的能力，互你一个位。你是乡里，你是经理，你是总经理，你是党的。你该一直证明你家己有外交，你得到的是偌济肯定，甲普仔声，迄嘛会决定你伫个啥物位置。咱诚做基督的群体，咱是一群罪人，咱是一群咱知影咱无够好的人。不过，咱伫这个群体内底，咱会彼此接纳，咱会合适相听。虽然即马坐伫你边仔的人，你真正和伊感情足歹，不过这1点钟到即马50分钟，咱爱做伙做阵来敬拜上帝。你会当看你身边的人，敢是你真正所疼的人吗？我和伊虽然有一寡无欢喜的代志，不过只是咱得合适相听。咱是一个团体，咱是拢得到上帝救赎的人。你诚做一个群体一份子，是上帝甲你拣选，为着一个真特别的目的，就是要伫教会以及社会，用你的性命见证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有耳孔的，你着听，伊要咱听到啥物？伊要咱活出信仰的款式。有人讲信仰是真个人的代志，信伫心内就好，免去教会，就算有去，圣诞节去就好。因阁无想要将教会当作因家己的家。我相信有真侪人今日来遮礼拜，嘛可能无想要将家己属伫咧固定教会即个群体。因可能礼拜结束，紧紧就走，对伫教会团契，也是其他的活动参加意愿无关。伊宁可伫厝内保留伊的安全感，掠着家己其实只是小块的自由，甲卑微的主权。有耳孔的着听，咱听过非常侪耶稣基督的教导，敢毋是吗？咱嘛是信仰先祖的好果子，咱拢会当诚做好土。上帝将种子
啊也伫咱的心上，咱是毋是会当加加记咧？也伫好土地的，就是人听到道理来晓悟，伊实在解释所结的，有诶100倍，有诶60倍，有诶30倍。咱听到啊，就去做吧。听到这个道，听到这个道来晓悟，这是咱逐礼拜在做的代志，敢毋是吗？思豪牧师逐礼拜和咱分享上帝的道，你若有明白，就是迄种礼拜中间听牧师讲道，雄明白什么代志，啊哈，迄种欢喜的经验。若是有即种欢喜明白上帝的道的迄种感觉，咱就爱用这个感觉带来行动，互咱实行上帝的诫命。无论迄个诫命是啥物，是疼别人亲像家己，是彼此相疼，还是啥物，开始实现这一切，上帝就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伊是在解释，无论这个结释是个人灵命的完整，也是教会的成长。上帝耶稣基督答应咱的，迄是30倍、60倍、100倍。咱做伙来祈祷。